好歡迎大家今日嚟參加阿 Sam 少爺同阿詠芝小姐嘅婚禮啦嚇！敬禮爹哋，再請新人敬禮母親，新人敬祝爹娘福壽長。好啦，有請新人面對面手牽手，手牽手以後就天長地久啦嚇！再請夫妻相對鞠躬，一拜夫妻偕老，二拜子孫滿堂，三拜榮華富貴，四拜代代昌榮。對拜過以後就千秋萬歲，永保吉昌啦！禮成。中國人嫁水就實有啲意頭嘢嘅嚇，咁啊過大禮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喜果啦嚇，又有衣糯米啦嚇，咁啊又有扁客就大吉大利啦。咁呢兩封利是咧就係爹哋咧就做俾新娘嘅嚇，咁啊新娘過門以後就開枝散葉，興旺家族嘅。咁啊呢兩封利是咧就請爹哋咧親手交俾阿詠芝小姐嘅嚇。好啦嗱，咁啊大個女啦嚇，結婚啦就俾呢個衣糯米嚇，同埋呢個扁柏俾阿 Sam 少爺啦，俾阿新女婿啦嚇，收到呢度咧就豐衣足食啦嚇，係呢度咧就多謝外父，有米啊嚇，咁啊外母收晒。外母大人啊，嗱呢個開枝散葉啦嚇，你傳授啲方法俾阿新娘子啦，過門最緊要開枝散葉啦嚇，搭子天孫嚇，外母大人請茶啦。外父大人飲過茶以後就玉堂富貴千秋盛啦嚇，啱啱請茶啦。呢杯新娘茶香又甜啦，大個女㗎啦，可以。